11月11是华语讲光棍节，请问这个单身汉台语要安怎讲？是，美秀这边是孤身狗啊，因为啊，孤身狗就敢若吼，像你查甫人哦，一个人啊，若伫路安尼行的时阵，咱是毋是路行看到迄种哇流浪的狗啊？啊，小动物啊，足可怜的安尼，哎呦哇！查甫人若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吼，担心嘛，嘿就是变做安尼。所以讲，我的答案是孤身狗。是。啊，那阿雄，我的答案吼，恁拢头拄有听到啊？双11，为什么要找双11？就是因为11就是一个人呐，吼，一个人迄两只脚徛咧就是11，啊，那两个人徛咧才是双11。所以一个人咧路行，就是敢若11尔嘛，所以独身啊，就是11个啦。敢有影？嘿啊， 11个哦。毋是11个。你若无讲变11个哦。啊，毋是11个。哦，是，不过我感觉啊是我的美秀的孤身狗。啊，我阿雄的11个。好，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边一边。哦，真歹选哦。哦，即马颠倒摆啊哦。安全牌好，哦。来，翔，你选我。因为吼，咱讲11个，其实11是后来较有这种讲法的。我感觉较早是无，较早咱讲罗汉卡，罗汉卡嘿，较是迄种像孤身狗，就是讲你孤单一个，一个人。迄个感觉啦。哦，有道理哦。有道理是。好，啊那这边的来，我来问一个，来，我拄则是感觉原本我要选11个，因为偷偷迄个罗汉卡的想法，啊，毋过我较接受美秀姐啊讲的讲法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答案是阿雄的11个。是，来，不要紧，两边拢有分数，加落去上的。恭喜得了1000！啊，那咱送礼哩。恭喜嘛得了1000哦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真的有袂歹哦。其实这个11啦吼，咱就是迄个意象是算两支卡迄个印象啦吼，所以就是11个其实进前台语歌老歌嘛有出现，这个歌词内底有写这个11个。当然罗汉卡嘛是一个讲法啦吼，独身啊这嘛一个讲法。啊，毋过这个古早嘛应该至少几啊10年啊，就是有这个11个的这个讲法，嘿，是咧表示这个罗汉卡这种意思安尼，嘿，就是表示两支卡啦。两支卡哦。嘿，亲像讲咱讲，我要坐11号啊的。其实毋是咧讲坐11号的公车哦，是要讲要行路去。哦，对，嘿，所以咱是这个答案是11个嘿。好，第一组起来啊吼，会惊无？足惊的，足紧张的。足紧张，因为你唔捌去佚佗过啊吗？我其实爱佚佗，但是像我出去佚佗哦，迄路吼拢较记袂掉。好，安尼即马你掠着机会啊，因为你应该走比我这所在。对啊。因为我翕 YouTube 的时阵哦，迄个庙宇拢甲洗一轮啊。对啊，应该有啊。啊，毋过阮内面唔知有庙无，应该是。歹讲哦，歹讲无哦。啦，去庙林翕了，啊边仔的迄个食米啊、风景啊、好佚佗的所在，嘛是爱去甲去一个。一定来，一定来。好好，来，上个人家要去倒位佚佗。是咱头一个景点吼，请恁讲出这个海湾是咱新北市孔仔寮区的什么湾两个字？是新北市哦，孔仔寮哦。嘿，什么湾哦，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应该干那一个所在尔哦。哇！奇岩怪来，哦。翔。我刚才知影一个湾尔，什么湾？所以我定摇落。迄个海底湾，海豚湾，对不对？海底湾，海底湾，哦，海底亚湾呐。海底湾，海底湾，海底啊，海底啊。嘿，还得三个字呢。嘿，海底亚湾，底亚湾。哎呦，好，来，老师底亚湾对不对？唔对。啊，有差真济无？嘿。哦，老师。不离啊济啦。笑甲你讲，无甲你比心哦。来 ，Joyce。
嘿，迄位我真正无去佚佗过，我真正我敢来让伊摇的。好来好，来来，不要紧。白沙湾，哎呦，嘛是北海话的哦，是厉哦，害，会惊无？来，白沙湾，哦，哎，只要有什么阮拢甲提出来讲。对啦拄则讲白沙湾比较较沙坡吼，啊，其实咱这煞有一种颠倒饼啦，伊是较迄个长层吼，啊，较石啊较济，白沙湾，拄则迄个型吼，咧伊即个名叫龙洞湾啦，哦，哎，龙洞你知影对湾，无？我知影龙洞，但是我唔知有一个湾。嘿，东北甲面积上大的啦。对对对，嘿，东北甲面积上大的海湾，嘿，啊，就是有真侪人拄仔咱看迄影片，其实迄个地形哦，真适合去攀岩，也是讲是爬石、爬石壁，哦，被酒变。攀岩啊攀岩，吼，也是讲爬石壁这种的地形啦，嘿，较特殊的对。好，来，老师哦，真注重就是大家讲法，音调啦音，调一定爱哦准，吼，咱尽心尽力就好啊。我温系的，我客人，是讲伊温赶快系的，对啊，我温系的，我客人。不要紧，咱拢是正港的台湾人，所以你免烦恼遮。你若嘿万不离你会晓，你先讲一摆客话，反正老师嘛算你对。伊嘛白。哎呀，传统语言拢会使啊。好，来，像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这个景点呢，要带大家吼来去看一个农场，请恁甲阮讲，这是台中市的什么农场哦，三个字。哦，台中市的什么三里哦，的农场哦，好，来咱请看。来，咱农场拢坐一连转来啊。对对对嘿对，即马有答案无？有答案无？三个字的什么农场？啊，姊夫我个提示好，咱找一个，好来，头一个字是福，福，福气的福，嗯，福。哎呦，哦，来，客家吧，哦，我秀刷，这是客话吗？还是台语？台语，来去哦，我凊彩有的啦。好，无要紧，哦，我秀刷，福秀山。福秀山，好来，老师福秀山对唔对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敢会当想看讲可能迄个音调应该是安怎？第二字迄个讲法，你搁想看卖？给你这个机会。好落刷，好落刷，好落山嘛，袂歹啊，好落山，你有想过福禄寿台语安怎讲？好落秀啊，好落秀，好秀刷，福秀福山。秀山，老师，这较困难呐。我客人，是了紧，咱拢是人。来，你念一遍给老师听。大家讲。来，好秀刷，福秀山。山。这个也是差一丝啦。差一丝啊，迄就是因老师已经给你机会啊，对对对差一丝啊，嗯哼。好，来，福寿山，福寿山，确定哦你。家己搁讲一摆。来，福寿山，迄个调你试看嘛，因为迄个阿雄应该给你提示。伊拄仔已经对哦，袂歹，来阮说，奖励你了3斤咯，无简单。这个拄则咱这个客家片油啊，客家片油讲的这差一丝啦吼，就是你都要讲着福禄寿吼，是嘿，啊，这个寿嘛福寿嘛是寿啦吼，这个惠寿的寿，当惠寿的寿，吼，啊，咱这个福寿山农场其实算是这个退伍会吼，算做当初要互英民吼，老英民会当。伫个军人吼，英民会当伫个遐算做种菜色啦、茶啦吼等等，嘿啊，挑工伫个即个台中的和平吼，即摆的和平迄个区啊，嘿来做即个农场，就是算做吼英民会当有一个诶工课安尼啦，吼，这是其中的一项安尼，吼，以上。八大是吼，八大就是迄查某的吼，哦，一定来，咱来看者八大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
难哦。真正的哦。先看题目，先看题目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咱定定爱讲安太岁，太岁其实就是八大行星内底什么星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若唔知通啊，嘿，通啊一弯哦。几万，好好好。好，来，鸡丸，是什么星？什么星？金木水火土啊，较大声，较大声。金木水火土，然后海王天王啊，哎，哦，啊冥王，然后还有地球啦，没有冥王。哎，厉害呢太哈。岁是木星或土星吧？哦，我觉得是星还是土星？哎，秀那个金，我觉得是金星。金星。兄弟哦。我居然不知道。不，我居然不知道太岁应该是一世一年爱加太阳共款的時間啊，應該是安太歲，應該是。来哦，时間要到啊。金太白金星不是吗？啊，太白金星啊。太白金星，太白金车啊，有关黑不？有关黑不？金車金車。金車。哎，来哦，哎，时间未等人哦，时間差不多哦。就金車。金星，應該是金車。好不好？哦，这真叫做困难。好，来，金車。金星对唔对？啊，反正就是背分你也看，因为真正有我困难啦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解释一下哦。哦，因为这是道教啦，吼，诶，这个对七神的一寡讲法啦，吼，啊，因的看法是木星啦，木星，嘿，木星这个物件，嘿，啊有叫做太岁，吼，啊嘛有人讲叫做岁神啊、岁君等等吼，一寡名足侪名，嘿，啊道教的讲法啦，嘿。